东突厥3的棉花因强迫劳动等疑虑遭国际批判。日本大型成衣制造商三洋商会与 TSI 控股公司已经决定，旗下数十个成衣品牌全面停用新疆棉。日本放送协会报道，三洋商会已决定明年春装与夏装开始，服装布料停用新疆棉。菲律宾国防部长伦伦扎纳周日表示，为该国驻扎于南海一座环礁的部队所进行的军事补给任务将于本周恢复。此前，这项任务因受中国海警的阻拦而未能完成。罗伦扎纳表示，他已指示军方派遣补给船驶回该国占领的仁爱礁，并称此次中国不会干涉。因担心中国对科技行业的压力，投资者正转向印度。随着中国科技巨头阿里巴巴和社交媒体巨头腾讯等公司股票遭受巨额亏损，导致投资从中国转移到印度。据报道，随着投资者开始转向印度，印度科技初创企业吸引的资金增加在2021年超过了中国。据共同社消息，日本将在新的财政刺激方案下分配资源以提高经济安全。日本政府将投资约44亿美元用于开发人工智能技术，以提高其经济安全。中国正与东南亚国家联盟领导人举行年度峰会。据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周一以视频方式出席并主持纪念峰会时，正式宣布建立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强调坚持对话不对抗，结伴不结盟。他在峰会上表示，中国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绝不寻求霸权，更不会以大欺小。据报道，大约有2000名寻求在白俄罗斯、波兰边境移民欧洲的人，继续在边境地区的封闭地区艰难的生活条件下等待。国际援助组织的代表访问了住在白俄罗斯格罗德诺布鲁茨基边境地区物流中心的移民。土耳其流亡大亨塞达特佩克尔在社交媒体发布的视频可以说具有和谈级的震慑力。近日，他在推特账户上发布了关于中国破坏维吾尔人的新帖子。他在推文中批评突厥国家对中国对维吾尔人的破坏保持沉默。他说，有些人对我做出反应，因为说我们出卖了我们的血亲维吾尔突厥人以换取金钱。他还强调了中国建立集中营对维吾尔人进行同化。